燒鵝髀啊，要咗髀啊！細路，笑死，燒鵝冇晒咗髀。點解個個話早髀好食咧？嗰個瞓覺啊，單腳企度瞓，運動力夠啲，所以話早髀好食。你哋猜下邊隻左邊隻右？腳跟向內彎就係右髀，呢隻咧向肚裏面嘅內彎嘅左髀。我16歲出嚟做燒鵝，廣東老字號燒鵝大家。阿三哥又係前食人，阿爺都係第一代，1913。我老豆係第二代，成家好多人做嘅。講係8年好容易嘅，但係做呢好辛苦嘅。有一隻燒鵝上碟嘅時候呢，12度工作係好多學問嘅。打起呢就皮肉分離，燒出嚟有層次感，必須有陳皮，自己收藏自己用嘅，要10年以上，做到效果就靚嘅。濕料就左右逢源。用成隻字，冇俾嗰啲淨汁流失。呢啲係荔枝木，燒出嚟有果木嘅煙燻味。古井歷來都唔做正，奪咗個呢個鵝嘅精華。但我哋做個汁，食個味，鵝肉啊個水分濕淋淋嘅，係原汁原味。總之係正。